108年7月初起，秀林乡于5个地方开办市集，由北到南分别为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、太鲁阁文创园区、布拉旦、沙坡党溪及木谷木鱼，举办各项太鲁阁族特色产业市集。原民会族群专门委员吉洛哈鲁克、花莲县北区服务中心主任尤黄明、乡长王玫瑰、县议员许淑莹助理、乡民代表及各村村长分别参与各场市之开幕仪式。所以常常我们都是只有接收到垃圾的讯息，没有一个很干净的环境空间，跟一个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经济发展可以做一个整合，让我们的部落有机会，在这么短的时间或是长的时间，可以造就部落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效益。我想这是公所的一个总目标那未来当然我们希望不要只是在市集，希望有一个产业中心，有一个集中自己文化产业、农业产业的一个中心，是在帮忙我们部落公民经过加工的作品，或是经过加工的农特产品，可以集中在那个地方来行销。秀林乡公所为提升部落产业经济，近年来致力于各项部落产业行销平台。今年特别辅导开办木谷木鱼、沙坡荡北溪的部落市集，期望利用暑期旅游戏水旺季，推广行销本乡特色产业，同时达到提振部落经济的效应，并希望村民及游客在尽兴游玩之余，能够将垃圾带走，以维系部落干净的生态环境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竹蔡承勋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@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